粵語雜貨鋪製作，音樂即自由第5集。我就好似生長喺一個到處都係好老師嘅星球入邊。除咗教我鋼琴嘅德山老師，我喺高中都遇到一位好老師，佢就係教授現代語文嘅錢鍾老師。呢位老師對我影響好深。佢就讀東京大學嗰陣，曾經參加過學生運動，後嚟60年安保運動遭受挫折，之後就揾唔到工作啦。結果就做咗高中老師，亦即係話當時眾多所謂嘅權充湊數老師之一。但係錢鍾老師係一個相當特立獨行而且有趣嘅人，我到今日都記得好清楚。高中嘅第一堂現代語文課，錢鍾老師一入課室，佢就講：我冇興趣知道你哋係點樣樣嘅人，唔理你哋係邊個都唔關我事。以前讀初中嗰陣時，根本冇遇到咁樣嘅老師，所以感到相當興奮。一落課就去教師休息室揾佢吹水。由於爸爸係編輯嘅關係，我聽咗好多知識，同老師好開心咁傾起身。好快，我哋就變到好似好朋友咁樣樣。美術教室入邊有間房係專門用嚟堆放雜物嘅。放咗學，錢鍾老師會同3、4個交情比較好嘅，經常會喺呢間房入邊一齊飲酒。大概係升上2年級嘅時候，我都開始喺呢度出入，甚至乎有時仲去做下跑腿添。喂，版本啊，去幫手買啲酒返嚟啊！而家根本就冇辦法想象會有咁嘅事情。到咗高中3年級，我同呢班老師一齊去滑雪，彼此之間同朋友都冇乜分別。到咗滑雪場，老師都會去同女大學生搭訕。喺呢啲咁嘅時候，我都肯定會扮成熟，同老師搶風頭啦。錢鍾老師已經過咗身啦，佢仲在生嘅時候，我嘅每一場演奏會，佢都會嚟捧場。諗翻起之前，我嘅讀書方法都係嚟自錢鍾老師，然而我都直接叫佢做錢鍾。錢鍾老師對於古典文學嘅造詣好深，我好清楚咁記得北川透谷就係老師教我嘅。聽聞老師有段時間都係早上4點鐘起身，趁住上班之前嘅時間讀黑格爾嘅精神現象學，就好似大島渚嘅電影《日本的夜與霧》入邊嘅出場人物咁樣。我曾經都讀住精神現象學，不過內容已經完全唔記得啦。康德嘅作品我都係讀咗就唔記得，但係我至今都仲係好鍾意閱讀依類好有分量嘅思想書籍。諗住有一日退出音樂界之後，就一個人匿埋喺山入邊讀書。我到而家都冇辦法放棄呢種諗法。升上高中交到嘅朋友之中，同我感情特別好嘅係嚴琦同馬場。我哋3個人組成咗一個傻瓜3人組。嚴琦就係先前講過，依家係喺政壇發展嘅嗰位嚴琦公狗。我同嚴琦會傾吉本龍木、大江健三郎、胡塞爾等人嘅著作。話時話，我同嚴琦真係一直玩得好埋。而馬場佢係寫過暢銷書籍《隨走隨拍攝影技術》嘅知名攝影師馬場賢治。我讀大學之後識啲朋友，好多都已經冇咗消息，唔再聯繫。唯獨同呢2個高中時識嘅老友，到依家都係成日出嚟見面聚下咁。我外公喺讀高中嘅時候認識咗池田勇人，2個人成為咗一世嘅摯友。人同人喺讀高中嘅時候，呢個年紀嘅相遇，或者係具備咗某啲關鍵性嘅因素。我係喺1967年考上高中嘅，嗰一年春天係沙村，
秋天係雨田，反代代木係全學年嘅學生發起咗2場抗爭運動。點解我會記得咁樣嘅事呢？因為高中入學冇幾耐，我就睇到一個3年級嘅學長頭上纏住紗布返學校。我問佢做乜嘢啊？搞成咁？佢話喺沙村打交。當時喺我眼入邊，學長就好似史提夫麥奎恩咁。考上高中之後，我第一件做嘅事就係行勻晒新宿嘅爵士咖啡館。新宿嗰時總共有30幾間爵士咖啡館，咩的啊、木馬等等。我當時就諗，每一間我都要去睇一睇。每一日一放學，我就着住校服，戴住校帽，一個人行去爵士咖啡館聽爵士音樂，飲住從來未飲過嘅咖啡。開學仲唔夠1個月，我就全部去過晒啦。第一次聽到爵士樂，印象中應該係快升上初中前嘅某一個晚上，啱好聽到關東廣播電台嘅深夜節目播放緊。嗰個時候，我已經接觸到 Bossa Nova， 都聽過谷地亞章嘅名，但係你估都估唔到，嗰時嘅初中生幾乎都唔聽爵士樂。我升上高中之後會再聽爵士樂，應該係同新宿呢個地方有關係。一講到新宿，就會令人聯想到爵士樂。想要去爵士咖啡館，當然亦都同時代背景有關啦。無論去邊一間，都可以睇到搞學生運動嘅人浸喺入邊。佢哋通常喺店入邊食住煙，讀住從紀伊國屋買嚟嘅書，聽住爵士樂。我覺得呢啲人好有個性。我成日去嘅店總共有2間，一間有樂隊 Live House， 另外一間係放歌嘅分店。我去嘅係放歌依間，位置就喺新宿通上面。大約過咗5點，店入邊就煙霧彌漫，開始爆場。如果喺早啲嘅時間，店入邊都係比較安靜，可以放心入去消費。日頭到店入邊仲有得打折，嗰時基本消費大概係50蚊。我屋企連張爵士唱片都冇，所以使50蚊聽舊本，感覺好抵玩。或者係受到潮流影響，我迷上咗約翰克特蘭嘅音樂。我都好鍾意特洛尼斯蒙克、艾瑞克杜菲，不過最鍾意嘅梗係約翰克特蘭。當時係1967年，啱好係自由爵士正要成型嘅時候，就好似芝加哥藝術樂團或者喺日本嘅山下洋輔，都係喺呢個時候冒出嚟。店入邊放住一疊藍色筆記簿，就係山下洋輔寫嘅。呢本研究開頭寫住筆者參照小泉文夫對日本兒歌嘅研究而寫低嘅文本。我當時心諗，居然會去讀小泉文夫嘅作品，真係一位有趣嘅爵士鋼琴家，所以我就馬上俾錢買咗落嚟啦。初中嗰時，我參加嘅係管樂社，不過上咗高中之後，我就加入咗合唱隊。最緊要嘅理由係夠輕鬆，因為合唱隊同音樂有關，對於我嚟講唔使太認真就學識啦，而且都唔使每日練習。除此之外，合唱團入邊仲有一位好優秀嘅學長，雖然學長係男嘅，而家諗諗，當時對佢真係有一種好愛慕嘅感覺。學長嘅五官明顯，生得好靚仔，側面睇起嚟好型。學長當然都好鍾意音樂，喺合唱團擔任指揮。佢讀嘅係自然組，強項係數學。由於鍾意呢位學長嘅緣故，社團活動都係好快樂嘅。我唔係太識唱歌，應該話我唱得好差，因此我都冇特別想要學唱歌。
所以就喺合唱團入邊擔任副指揮。嗰位仰慕嘅學長唔喺度嘅時候，就由我負責指揮。至於訓練團員令大家實力提升，我對呢種事冇咩太大嘅興趣。不過可以將寫喺樂譜上面嘅音符變為現實上面嘅聲音，令我感到相當愉快。除咗亨特爾、巴赫等名家嘅經典必學樂曲外，我都曾經指揮過三線房等人嘅現代曲。我已經記唔得好清楚當時嘅情形，不過應該係我自己將呢啲曲帶去學校，叫大家唱出嚟。到咗夏天，合唱團有集訓活動，全部人一齊住喺某座山入邊練歌，為期大約1個星期。當時唱過歌曲已經冇咩印象啦，而家諗翻起半夜2點幾爬山嗰段片段，一片漆黑中20幾位團員一齊爬山，到達山頂嘅時候個天蒙蒙光，落山之後已經係食早餐嘅時間。我同大家一齊食住旅行社準備好嘅飯團，由於仰慕嘅學長都喺度，個飯團都變得特別好食。學校嘅班級都有夏季集訓活動，新宿高中喺房總建有校舍，於是我哋就喺當地體驗海邊生活。當時係1年級嘅暑假，到咗當地之後，有人提議晚上要唔要搞個活動。一般舉行嘅活動不外乎大家就係圍住個火唱下歌咁樣樣，不過大家嫌呢種活動老土，所以決定試試創作即興嘅前衛戲劇。我負責寫劇本，然後分配同學飾演合適嘅角色。喺伸手唔見五指嘅黑暗中，一位擅長吉他嘅同學不斷彈奏披頭士嘅曲，而另一位同學則係攞住手電筒一開一關，隨意照向自己中意嘅地方，而其他同學就負責朗讀詩句。於是四周就成為咗一個由音樂、光線以及人聲交織而成嘅空間。我都唔知道係點樣諗到呢條橋。呢次表演獲稱為新宿高中創校以嚟第一出前衛戲劇，頗受好評。真係要講起嚟，咁樣嘅表演其實都算唔上係戲劇，不過我自己反而係有啲驚訝，原來我都有呢方面嘅才華。同年級嘅學生認為我係有啲奇怪嘅人，似乎都係從呢次表演開始。咁係唔係就代表我喺學校都確立咗自己嘅一席之地呢？直到初中畢業為止，我都跟住德山老師學習鋼琴。不過一升上高中之後，德山老師就同我講，你應該去揾更加專業嘅老師學習。於是我就被趕出德山老師嘅門下，被安排去同其他老師學琴。然而我非常討厭新嘅鋼琴課，成日逃課。有時到咗上課時間，我就跑去京王百貨嘅屋頂睇夕陽。某一日，老師終於打電話嚟同我講，坂本，你從今日開始唔使再嚟上課啦。當時我心諗，哇，終於可以解脫啦。不過作曲課都係繼續上嘅。上課嘅方式同之前差唔多，每星期1次，帶着類似數學習題一樣嘅和聲作業去松本文資助老師屋企上課。作曲課能夠一直持續落去，冇中途放棄，大概係因為松本老師好惡嘅原因。除此之外，自己都覺得作曲相當有趣。粵語雜貨鋪製作，音樂即自由，第5集已經全部播放完畢，多謝你嘅收聽。